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哋已經嚟到《使徒行傳》嘅第5課啦，就講到保羅第2次嘅宣教行程。今次呢，佢就去咗特比同埋一個地方叫做路斯德。點不知就喺路斯德呢個城市，佢就遇到一個年青嘅信徒。原來路斯德同埋以哥念兩個地方嘅信徒都好稱讚佢嘅。呢個年青人係邊個呢？就保羅屬靈嘅真兒子提摩太啦。所以喺呢個時候，保羅就認識咗提摩太，開始栽培佢，讓提摩太成為佢嘅近身嘅學生。所以後來我哋就見到保羅將好多嘅工作都交咗俾提摩太，同埋喺保羅書信裏邊有2卷書係寫俾提摩太嘅，就提摩太前書同埋提摩太後書。保羅好公開講，呢個係我屬靈嘅真兒子，佢好 proud of 佢成為呢個年青人屬靈嘅父親，好似一個 mentor， 一個爸爸咁樣啊，我哋話契爺啊，好錫佢，好關心佢，好睇住佢，好教佢。於是提摩太就成為教會裏邊一批嘅生力軍啦。咁結果原來佢哋就開始喺嗰個地方嚟到去傳揚福音。喺第5節嗰度又落咗一句嘅評語，佢話眾教會信徒嘅人數就係越發堅固，人數係天天增加。好多時候喺《使徒行傳》裏邊就有一啲咁樣評論嘅句語有時我哋讀聖經就要留意，即係話喺度呢係作者《使徒行傳》嘅作者特別描寫喺呢個地方，當保羅傳完福音之後，嗰個效果係點樣啊？信徒都得堅固，人數係天天嘅增加。跟住聖靈就禁止佢哋喺亞西亞，即係 Asia 亞洲嗰度傳道，就要佢哋去歐洲傳道。原來帶領佢哋去海外宣教嘅係聖靈喺背後工作。於是保羅就喺夜晚黑，佢就見到一個嘅異象，有個馬其頓人向佢招手佢話請你過嚟馬其頓幫助我哋咯。於是保羅就扭轉咗佢航行宣教嘅方向，於是佢哋就去到馬其頓去幫佢哋。咁佢哋去到尼亞波里，去到腓立比。腓立比係馬其頓第一個好重要嘅城市。咁保羅呢就喺安息日去到河邊，因為佢聽講河邊嗰度呢有班婦女喺度祈禱嚇，其中有一個呢係賣紫色嘅布匹嘅，就叫做呂底亞。點解要特別強調呢個姊妹呢個婦女賣紫色布呢？因為紫色布係好名貴嘅，因為好難先至揾到啲可以染紫色嗰啲嘅咁嘅物料嚇，所以嗰種布係特別名貴貴重嘅。即係話呢個婦女好識做生意，佢做嘅係高檔嘅質料嘅生意做啲高級時裝賣俾啲尊貴嘅婦人嘅，所以佢就係叫做呂底亞。咁呂底亞可能比較有錢，所以佢就邀請保羅，佢話保羅你嚟我屋企住啦，我招呼你。於是保羅就開始住喺呂底亞嘅屋企。咁點不知喺馬其頓有個行邪術嘅人，因為佢冇乜生意啦，好多人都湧去聽保羅所講嘅耶穌，於是呢佢就誣告佢，結果就俾人囚禁。點不知半夜，保羅同西拉喺監獄裏邊禱告，唱詩讚美神，結果就地大搖動
監獄嘅根基都動盪啊！於是監門打開，哇！個獄卒一睇弊家伙啦，今次啲監犯全部走晒，佢就拎起把刀想自殺。點知保羅西拉就出聲話：我哋都喺度啊！咁，哇！呢個獄卒好奇怪，乜你哋唔走嘅咩？咁於是佢就問佢哋，保羅就向佢介紹耶穌。於是呢個獄卒就邀請保羅去佢屋企接待佢，俾嘢佢食，幫佢洗傷口。然後獄卒嘅全家都信咗耶穌。保羅仲為佢哋施浸啊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美嘅故事。我哋時時都要為主作見證，主會用神蹟奇事隨住我哋。跟住去到第17章，就佢哋開始嚟到帖撒羅尼迦，一連3個安息日都講解耶穌基督嘅復活啊！呢個呢就係佢哋好強調耶穌係死喺十字架上為我哋釘死，擔當我哋嘅罪，但係佢亦都係從死裏邊復活。點不知帖撒羅尼迦啲人就話：哇！呢啲搗亂天下嘅人嚟咗啦，形容佢哋係搗亂天下 ，make the world upside down， 即係將世界反轉嘅人。各位，原來我哋基督徒係一群有影響力、有見證，可以喺唔同地方為主作美好嘅榜樣，叫人睇見我哋可以扭轉呢個世界，因為福音有改變嘅大能。保羅西拉跟住就去比利亞，咁遇到嗰度嘅人呢，係比帖撒羅尼迦嘅人更加開明、熱心，同埋佢哋係更愛慕主嘅道，天天查考聖經。所以呢度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提醒，必須要天天查考聖經。我哋得力嘅來源在熟悉神嘅說話，神嘅說話喺我哋嘅裏頭能夠產生力量，堅固我哋，幫助我哋，而且俾我哋有一啲原則，喺今日末世呢個咁動盪嘅時代，我哋點樣靠主站立得穩固。結果最後保羅就去咗雅典，哇，一個首都保羅就喺雅典住咗幾日。咁咧，佢就見到當地嘅人咧，就喺一個地方叫做伊壁鳩魯，就喺嗰度咧嚟到去爭辯。原來有伊壁鳩魯同埋斯多亞兩個學派嘅哲學家喺嗰度爭辯啊。咁佢哋嗰度有個壇寫住未識之神，即係佢哋拜一個神，佢連呢個神都唔識。都唔知佢哋叫咩名，就寫住我唔識你噶神，我哋拜你，咁都有嘅。今日好多人就追隨一啲民間嘅信仰、民間嘅習俗。人哋話拜土地，佢又拜土地；人哋話拜觀音，佢又拜觀音；人哋話拜邊個，佢又拜邊個。佢哋唔知嗰個係咪真嘅神，只係一味向神燒香。向神嚟到求，讓我哋呢群基督徒努力為主作見證，向佢哋介紹我哋所認識嘅耶穌。然後去到第18章，保羅就去咗哥林多啦。咁咧就有一對嘅夫婦叫做亞居拉同埋佢嘅太太百基拉，喺意大利嚟，佢哋都係做織帳棚嘅。所以同保羅係同行，咁於是佢哋就喺哥林多住咗1年半。保羅喺哥林多留嘅時間係比較長，留咗1年半咁多。保羅經過以弗所，去到凱撒利亞，咁然後咧就去到加拉太，
再去到弗呂家。而阿波羅另外有一個人亦都嚟到以弗所，結果佢哋有機會喺以弗所見面。呢個阿波羅好有口才，但可惜佢對真理唔係好認識，於是百基拉同埋亞居拉呢對夫婦就幫助阿波羅更深認識主嘅道。我哋好感恩呢一對嘅夫婦成為保羅一個好好嘅拍檔。佢哋喺神嘅道理上面有好深嘅根基，所以佢哋協助可以去栽培、去訓練一啲幼嫩啲嘅信徒。今日喺教會裏邊都需要一啲喺屬靈上面有成熟、有好嘅聖經根基嘅人，成為主學嘅老師、團契嘅導師，成為教會嘅領袖，幫助教會好好栽培下一代，栽培新嘅信徒。所以使徒行傳16、17、18呢3章就講到保羅第2次嘅宣教行程，讓我哋從保羅身上可以學到好多屬靈嘅功課。佢點樣為主忠心，點樣去將福音延續落去，然後佢又培養一啲可以教導嘅學生，好似提摩太，然後又有一對嘅夫婦百基拉、亞居拉同佢同工。以後保羅喺好多書信裏邊問安嘅時候，都問候呢對夫婦嘅安。所以求主保守我哋，讓我哋真係喺我哋每日嘅生活嘅裏邊，我哋都時時為主作見證。願主祝福你，使用你成為美好嘅見證人，帶領多人歸主。